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控糖在線。患上糖尿病嘅你咧，相信對碳水化合物咧都唔會陌生㗎。究竟碳水化合物咧同血糖嘅關係咧又係點嘅咧？既然明知食咗碳水化合物，血糖就會上升，咁唔食咪得咯？其實又係咪咁簡單呢？今集咧我就會同大家講下，究竟碳水化合物咧係點樣影響我哋嘅血糖，同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我哋食入去嘅碳水化合物咧，對我哋嘅血糖咧影響冇咁大咧。今集就會同大家講下啦。首先開始講之前咧，就要同大家了解一下，其實碳水化合物食咗之後，喺我哋身體有啲乜嘢作用。當我哋進食咗碳水化合物之後咧，其實經過消化分解咧，就會分解成為葡萄糖。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嘅胰臟就會分泌胰島素，將呢一啲葡萄糖咧帶入細胞入邊咧，去轉化成為能量俾我哋用嘅。咁而有多嘅咧，亦都會儲存成為肝糖咧，作一個儲備。咁但係呢一度咧，大家要知道咧，就係其實我哋身體咧需要嘅能量咧，主要係要嚟自碳水化合物轉化嘅。咁嗱，糖尿病嘅朋友咧，其實喺胰島素方面咧，就係出現咗問題啦。咁有時可能我哋嘅胰島素分泌不足啦，又或者作用不理想嘅時候咧，其實葡萄糖咧就冇辦法順利咁進入我哋嘅細胞度利用，咁所以就會滯留咗喺血液入邊，令到血糖水平上升啦。咁究竟碳水化合物咧有幾多個種類咧？首先咧，碳水化合物咧，其中一個類別咧就係糖類啦。無論呢個咧係砂糖、方糖、黃糖、黑糖，甚至乎紅糖、蜜蜂、蜂蜜等等，其實呢啲都係屬於糖嘅。咁而呢啲糖類咧，其實入到身體咧就會快速分解成為葡萄糖。咁所以咧，佢哋個升糖指數咧係比較高。咁糖尿病嘅朋友咧就應該要忌食啦。咁另外水果咧都有果糖㗎噃，咁所以果糖咧一樣係會影響我哋嘅血糖。咁不過水果咧，因為佢富含纖維啦，咁所以如果你原個水果食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可以進食，只不過我哋需要計住嚟食。另外一啲根莖類嘅植物啦，例如係薯仔、蘿蔔啊、粉葛啊、粟米啊等等咧，呢一啲咧都係有天然嘅糖分喺一度嘅，咁所以我哋進食嘅時候咧，都係需要計算㗎。另外仲有一啲奶製品，例如就係乳酪啦，或者係牛奶，咁呢啲咧係有一啲天然嘅乳糖喺度，咁而乳糖分解咗之後咧，其實一樣係葡萄糖，咁所以我哋咧都需要換算嚟到計住嚟食嘅。咁另外就係五穀類啦，五穀類咧就係講緊所有嘅粥粉麵飯啦、麵包啦等等，咁呢一啲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嘅主糧啦，咁所以我哋咧更加需要咧留意返個份量嚟到進食，如果唔係咧，你個餐後血糖咧就會上升㗎喇。另外蔬菜類咧，其實都係屬於碳水化合物嘅。不過蔬菜咧，纖維同澱粉嘅比較咧，纖維就會比較多，咁所以相對佢對我哋嘅血糖影響咧就冇咁大啦。點解要計算碳水化合物進食？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咧穩定我哋嘅餐後血糖。因為你諗下，如果你冇一個計算嘅概念，你每一餐食幾多碳水都唔同嘅話咧，其實你就好難咧可以拿捏到你應該用嘅藥量咧係幾多。因為我哋食嘅藥咧，其實係必須要配合翻我哋進食嘅碳水嘅份量嘅。咁如果你一時食30克碳水，一時食60克碳水，咁你平時嘅藥可能只能夠應付30克碳水。當你食60克碳水嗰一餐嘅時候咧，你個藥量就唔夠啦，咁可能就會令到你個餐後血糖飆升。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計算碳水化合物嘅概念咧，其實又可以幫助你穩定你每一餐嘅餐後血糖。咁最主要咧都係幫助大家咧有一個定量嘅概念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幫助大家提升嗰個飲食質素啊，同埋嗰個靈活度。因為你諗下啦，我哋每一日食嘅嘢可能都唔同，今日可能食米飯，聽日可能食麵，後日可能食薯仔。咁所以如果我哋有呢個概念換算嘅概念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每一餐咧都換算唔同嘅主糧，同埋咧有好多選擇，咁生活咧就唔會咁枯燥啦。
嗱，另外計算碳水化合物進食咧，亦都有助維持長期嘅營養均衡嘅，因為起碼咧，你會知道你每一日都有一啲五穀類嘅食物咧進入我哋嘅身體，因為五穀嘅營養素咧係非常之豐富嘅。咁如果有啲人咧，佢因為怕升血糖而唔食碳水嘅話咧，其實佢就有機會令到營養失衡，因為佢會令到有部分嘅碳水嘅營養咧，佢係攝取唔到。咁所以咧，飲食要均衡呢個概念咧，其實喺碳水化合物換算呢個概念咧，兩者咧其實都係互相幫助嘅。嗱，咁究竟點樣換算碳水化合物咧？嗱，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圖。簡單嚟講咧，如果我哋進食飯咧，一瓶湯匙咧，其實就係10克碳水化合物。咁另外一啲薯仔啊、番薯啊、根莖類嘅植物咧，我哋大概可以用一隻雞蛋嘅 size 啦。嗱，稍後咧，我會有個圖咧俾大家去睇下嘅。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即係大家可以用一個匙羹咧去做一個量度啦。咁平時一隻湯羹啦，中式嘅湯羹啊。嗱，呢一個飯咧有個小山丘咧，其實大概就係10克嘅碳水啦。咁另外呢個麵包咧連埋皮嘅半塊咧，其實都係10克嘅碳水。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奇異果，即係呢個如果係水果嚟講咧，呢一個 size 咧大概就係10克。咁如果你換算落去蘋果或者橙咧，其實大概都係呢個咁上下大嘅 size 咧，都係大概係10克嘅碳水。咁另外咧，對於一啲根莖類嘅植物咧，大家就可以用呢一個雞蛋嘅 size 咧嚟到做一個換算嘅概念。例如就係芋頭啊、薯仔或者番薯，如果你食一隻大嘅雞蛋，大概係咁大嘅薯仔或者番薯或者芋頭咧，咁呢度咧其實大概已經有10克嘅碳水化合物啦。咁至於30克碳水咧，其實就係我經常都建議大家食一個主糧嘅，每一個正餐咧，其實都可以食30克碳水嘅。咁30克碳水咧，可以係一個漢堡包啦，又或者係一個咧，我哋平時喺超市買嘅一啲麵餅，譬如蝦子麵啊、瑤柱麵啊、菠菜麵、全蛋麵，甚至乎鮑魚麵嘅嗰啲 size 嘅麵餅，一個咧大概就係30克啦。咁又或者以一隻飯碗計，煮熟嘅通粉唔要湯，咁你就大概係8分滿嘅，咁呢個都係30克碳水嘅。咁所以咧可以食到嘅量咧，其實又唔係大家諗得咁少嘅。嗱，有咗碳水化合物換算呢個概念咧，就可以避免你咧因為食多咗碳水咧而令到血糖飆升。咁所以穩定碳水量咧係非常之重要㗎。咁不過有陣時出去食嘢咧，確實係好難預算嘅，因為無形中你會食咗好多隱形糖。嗱，例如可能你諗住叫個健康啲嘅涼瓜炆排骨啦，又或者係豆腐炆冬菇咁樣，其實喺烹調過程入邊都落咗唔少糖㗎。甚至乎你嗌一個清嘅燉湯飲，其實亦都可能落咗啲冰糖㗎喎。咁所以出街食嘢咧，確實係好多陷阱，亦都冇辦法計得太過精準。咁所以我自己嘅習慣咧，出外用膳咧，我一定會帶餐拌粉。究竟乜嘢係餐拌粉呢？咁其實餐拌粉咧係一啲桑葉嘅提取物，咁佢咧亦都係一種天然嘅抑制劑啦，有助咧去阻隔碳水化合物嘅吸收嘅。嗱，咁大家可以睇下熒光幕嘅左手邊，其實咧左手邊就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平時我哋食咗嘅碳水化合物咧，其實經過消化分解之後咧，就會透過小腸咧進入血管，咁咧然後咧就會分解成為糖分，咁呢啲糖咧就會入咗血管啦。咁但係如果你用咗餐拌粉之後咧，最主要餐拌粉入邊嘅桑葉提取物咧，其實佢嘅化學結構咧同碳水化合物好相似。咁所以咧，腸入邊嘅一啲消化酶咧，就會認錯咗佢咧係碳水化合物，而佢咧亦都會同碳水化合物咧喺個小腸度咧腸胃咧去吸收噶。咁所以佢就會令到咧真正嘅碳水化合物咧吸收咧係被阻隔啦。咁所以分解出嚟嘅糖分咧，相對亦都會減少咗。咁啊，點樣應用餐拌粉咧？嗱，正正因為咧佢要同碳水化合物咧同步腸胃，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咧預先開水飲㗎喎，因為咁樣咧個效果就唔係太理想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撈埋落去啲澱粉質嗰度一齊食。譬如話熒光幕左手邊啦，譬如假設我係食白飯嘅，咁我就將啲粉咧滲落啲白飯度撈埋一齊食。
咁又或者我係食粥嘅，就好似熒光幕嘅右手邊咁。咁大家記住，如果你食粥啊或者一啲湯粉麵咧，咁千祈唔好將嗰個餐半粉咧係撈晒落去嗰碗大嘅粥或者湯粉麵嗰度喎，因為咁樣咧，如果你食唔晒咧就會嘥噶啦。咁所以咧，我就會攞個碗仔咧，將啲粥咧畢少少出嚟先，咁然後咧就將個餐半粉撈落去，咁樣撈埋一齊食。咁咧我就可以確保咧食晒個餐半粉啦。同埋如果佢係湯粉麵嘅話咧，因為你唔會飲埋啲湯噶嘛，咁所以咧你就應該係就咁畢佢出嚟，就唔好畢啲湯啦。咁就淨係咧撈落嗰啲粉嗰度，咁咧撈勻佢連埋一齊食咧，咁個效果咧就最理想啦。嗱，我哋身體主要嘅能量咧係要嚟自碳水化合物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因為怕升糖咧而逃避進食碳水化合物，因為咁樣咧反而會令到你咧營養唔均衡啦，造成體力不支，長期仲會影響造血功能，令到你嘅免疫力下降。嗱，相反，如果你有一個數碳水嘅概念、換算嘅概念，其實你就可以食得好輕鬆，一樣可以過正常人嘅生活㗎。